馬太福音第26章第1至75節。耶穌說完了這一切的話，就對門徒說：你們知道過2天是逾越節，人子將要被交給人，釘在十字架上。那時，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的院裏。4大家商議，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他。5只是說，當節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間生亂。6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。7有一個女人拿着1玉瓶極貴的香膏來，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8門徒看見，就很不喜悅，說：何用這樣的枉費呢？9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，周濟窮人。10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。11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12他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，是為我安葬作的。13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，作個紀念。14當下，12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，去見祭司長。15說：我把他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他們就給了他30塊錢。16從那時候，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17除酵節的第1天，門徒來問耶穌說：你逾越節的筵席，要我們在哪裏給你預備？18耶穌說：你們進城去，到某人那裏，對他說：夫子說，我的時候快到了，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裏守逾越節。19門徒遵着耶穌所吩咐的，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。20到了晚上，耶穌和12個門徒坐席。21正日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22他們就甚憂愁，一個一個的問他說：主，是我麼？23耶穌回答說：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，就是他要賣我。24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經上指着他所寫的，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25賣耶穌的猶大問他說：拉比，是我麼？耶穌說：你說的是。26他們吔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就擘開，遞給門徒，說：你們拿着吔，這是我的身體。27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，說：你們都喝這個。28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29但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，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。30他們唱了詩，就出來往橄欖山去。31那時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，都要跌倒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32但我復活以後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。33彼得說：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，我卻永不跌倒。34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35彼得說：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，也總不能不認你。眾門徒都是這樣說。36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坐在這裏，等我到那邊去禱告。37於是帶着彼得和西庇太的2個兒子同去，就憂愁起來，極其難過。38便對他們說：我心裏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裏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39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40來到門徒那裏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怎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麼？41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42第2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要我喝，就願你的意旨成全。43又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。44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。第3次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45於是來到門徒那裏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。開6個括號。或作摩山6個括號時候到了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。46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哪，賣我的人近了。47說話之間，那12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，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。48那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。你們可以拿住他。49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說：請拉比安，就與他親嘴。50耶穌對他說：朋友，你來要作的事，就作吧。於是那些人上前，下手拿住耶穌。51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，伸手拔出刀來，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個耳朵。52耶穌對他說：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53你想我不能求我父，現在為我差遣12營多天使來麼？54若是這樣，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，怎麼應驗呢？
55當時，耶穌對眾人說：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，如同拿強盜麼？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，你們並沒有拿我。56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。當下，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。57拿耶穌的人，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。文士和長老已經在那裏聚會。58彼得遠遠的跟着耶穌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進到裏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這事到底怎樣。59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，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。60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，總得不着實據。末後有2個人前來說，61這個人曾說：我能拆毀神的殿，3日內又建造起來。62大祭司就站起來，對耶穌說：你什麼都不回答麼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？63耶穌卻不言語。大祭司對他說：我指着永生神，叫你起誓告訴我們，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？64耶穌對他說：你說的是。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65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：他說了僭妄的話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在你們都聽見了。66你們的意見如何？他們回答說：他是該死的。67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，用拳頭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說：68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？69彼得在外面院子裏坐着，有一個使女前來說：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。70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承認，說：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71寄出去，到了門口，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，就對那裏的人說：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夥的。72彼得又不承認，並且起誓說：我不認得那個人。73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着的人前來，對彼得說：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。74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：我不認得那個人。立時雞就叫了。75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，雞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他就出去痛哭。